圖姓名鏡到絕，繽紛人生真優越。MIRROR 12個隊員之中，姜濤第一個跑出，其他鏡仔跟住出鏡，帶領香港樂壇。今集講講點解姜濤咁上鏡，同埋可以脫鏡而出。喺我嘅姓名學裏邊，公司名、團體名影響個人，所以男團 MIRROR 成員必須同鏡字結緣，先至能夠走紅。姜濤姓姜，名濤，姜字9畫，部首女3畫，部件飲6畫，部首筆畫數照2次鏡後等於部件。圖字18畫，3點水3畫，部首水4畫，平均筆畫3.5，部件就14畫，平均筆畫數照4次鏡後等於部件筆畫。姓名2字已經好鏡。神奇嘅係姜字9畫，圖字18畫，加埋27畫。如果將圖字10位數1加個位數8的話，等於9。總數27畫嘅10位數2加個位數7的話，亦等於9。由姓睇到總數都係9，一路999。姜濤姓名真係鏡到絕。更神奇嘅係姜濤生於1999年4月30日，一路999，1999。佢農曆生日係3月15日，如果將3、1、5加埋嚟，又係9，連生日都鏡過人，所以佢能夠喺 Good Night Show 全民造星比賽成為冠軍，仲同其他11人組成 MIRROR。原來1999指姜濤係比賽冠軍。講開又講，姜濤喺全民造星嘅參賽號碼係99號，非常配合佢嘅姓名。之前講過，佢陽曆生日30日，將農曆3日15日照2次鏡，姓名固然鏡，生日亦好鏡。講返姓名，姜字部首女，圖字部首水，加埋嚟變羽字，即係你嘅意思。姜濤係我，你即係其他人，包括觀眾。由於姜濤2字部首組成羽字，羽字部首係水，部件係女，換言之，姜濤觀眾好多係柔情似水嘅女人。而姜濤2字部件即係觀眾嘅特性。姜字部件飲係羊嘅異體字，羊係群居動物，俗語有句羊群效應，表示姜濤好多粉絲。圖字部件受表示2樣嘢：第一，好多中老年女人中意姜濤；第二，觀眾都好長情。飲同受隱藏咗好多姜濤嘅秘密，我暫時講到呢度。最後講講風水。MIRROR 成員嘅住宅必須夠鏡，先至配合男團名。姜濤一向住喺銅鑼灣，真係住啱地區。因為銅鑼2字嘅部首都係金，同鏡字一樣。至於筲箕灣都唔錯，因為筲箕都係竹字部首，夠晒鏡。其他地區例如西環等相對冇咁好，當然仲要睇埋樓宇名等。以後有機會會講講風水姓名學。睇返姜濤姓名、生日同 MIRROR 嘅關係，大家係咪有種命中注定嘅感覺呢？各位鏡粉，你哋覺得姜濤個名係咪鏡到絕呢？佢仲有鏡到絕嘅生日，難怪 MIRROR 將佢定位為領唱、忠心同形象。姓名影響一生，大家睇唔睇到姓名對自己嘅影響呢？請喺下邊留言。歡迎收睇好運嚟到，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